哎，那个行着，哎，我们就滑到那边去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你嘛这简单那个无共用诶，聊天来那个。钉钉滑，对，然后配努力配合这样就好。来，滑就可以运到了啊。这个待会我们待会的一个 DIY 造舟的一个活动，尤其这次结合我们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所有的学校的学子共同来参与这次的一个造舟活动，尤其这次的造舟活动。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义，也认知我们在地的一个鹿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背景。为什么基隆想要办这场活动？因为咱按一个鹿港港来到鹿港，这个过程中非常的一个艰辛，尤其咱的先民早期就是靠着在船只，搬运着在好运，来到来上花，爱当讲会当甲咱鹿港造就一个。撕破，贴完就好了。镇长贴好以后再站一格哦。好，站。旁边就会帅哥，对啊。OK， 好。这个记得要有人帮忙压，才走得上去。